歡迎大家收睇 Michelle Channel。咁今堂咧就會講一講點樣做 body scan 同埋 meditation 嘅。咁而呢個 body scan 同 meditation 咧就會加埋呢個頌缽嘅。咁呢個今日嘅頌缽係 C 缽啦，C 調係底輪嘅。咁點解講翻個古仔先？點解我今堂教頌缽 singing bowl 咧？就話說有個同事咧，我喺 pantry 同佢傾偈嗰陣時，佢就話佢近排身體唔係好舒服啦，咁令到佢個精神唔係咁好啊，即係成日都喺度有少少唔開心。咁其實工作環境入邊嘅，我覺得可能叫做即係唔係講我呢個同事，即係個都市情緒啊、情緒病啊、情緒個問題都幾多嘅。咁其實頌缽咧喺我工作咁多年嚟講咧，即係冥想加頌缽咧，係可以幫我化解好多嘅焦慮啊，令到我心情比較平靜啊，咁可以更加投入工作嘅。講到我好熱愛工作，咁所以今堂咧其實想用一個身體掃描、冥想加埋頌缽咧，令到大家咧個腦袋就清空。我成日都話要清空，點解要清空咧？因為每日每個人咧都會不停咁喺度諗緊，唉，我嚟緊食飯要食啲乜啊 ，lunch 食啲乜啊，夜晚食啲咩啊，跟住或者係工作嘅煩惱啊，感情啊，或者係同屋企人如此類推嘅煩惱咧，會不停咁喺你個腦袋度衍生。咁當你諗得多嘢咧，你個焦慮啊，你嘅應該話你 overthink， 好多時候你 overthink。令到你更加焦慮，更加情緒唔好，跟住一環扣一環，令到你可能夜晚瞓得唔好啦。咁所以冥想咧，將呢一個腦袋嘅運動咧，注入喺你每日嘅5分鐘。其實我淨係需要你5分鐘嘅鍛鍊冥想咧，已經可以幫你減低平時嘅焦慮啦，平時嘅唔開心啦，令到你心情變返平靜啦。平靜嘅時候，你所有一言一行咧，先至會更加好嘅。咁好啦，講咗好多冥想嘅背景啦。咁首先我哋做翻一個簡單嘅伸展先啦，先進入我哋嘅冥想啊。我哋右手擺喺直度，左手拉拉，頭向天花板望，保持呼吸，慢吸。慢呼，相反方向，左手擺喺直度，右手來旋，頭向天花板，相反方向，右手擺喺直度，左手伸直，呼氣放鬆，左手擺喺直度。右手伸直來旋，望住天花板，呼氣放鬆。跟住咧，我哋做返3個深呼吸，慢吸，慢呼，再繼續慢吸，慢呼，再最後慢吸，慢呼。咁呢個 body scan 咧，我哋會由個頭部開始，跟住去到腳嘅。咁我哋慢吸慢呼嘅時候咧，就我聲音導航你，由身體每一部分用你個呼吸帶動，掃描你身體每一個角落頭。咁呢個 body scan 咧係會做3 round 嘅。咁第一 round 咧就會係比較大部分咁樣 scan 啊，即係譬如面部每一個
部位咧，我會 scan 得比較快啲嘅，亦都比較粗略啲嘅。跟住中段嘅 body scan，即係第2 round 嘅 body scan 咧，我就希望到時你可以 scan 到，譬如鼻嘅時候會諗埋你個鼻孔啦，口嘅話咧牙齒啦，逐步 scan 嘅。到第3 round 咧，即係我哋 total 做3 round 嘅 body scan 咧，咁你就要更加將個速度咧拖慢，就比第2、第2 round 咧更加慢嘅。咁你到時 scan 咧，就頭先講話牙齒嘅，可能你每一個智慧齒啊、門牙啊，逐個咁樣慢慢 scan 嚟拖慢呢個身體掃描，將自己個 awareness 咧帶翻落現在嘅，等你個腦袋咧就唔好有時間有空閒諗嘢嘅。咁當你 scan 嘅時候咧，可能你個腦繼續飄緊其他嘅思想，由得你個腦諗其他嘢，諗到你想諗嘅嘢，但係慢慢鍛鍊，將你個腦咧 focus 翻而家喺個 body scan 度，將個注意力咧集中喺你個身體掃描現在嘅當下呢個 moment 嘅，咁嚟鍛鍊翻自己咧，將個專注力咧擺翻嚟呢一度，唔好飛咗出去嘅。咁如果 OK 咧，咁我哋開始第1 round 嘅 body scan 啦。感受下而家你係坐喺個席度或者瞓喺張床度嘅感覺，再慢吸，呼氣嘅時候感受你個空氣由你個鼻孔嗰度呼出嘅感覺，呼氣去到上唇、下唇、下巴。感受下身體掃描嘅時候，你個身體部位嘅感覺，有冇唔舒服嘅感覺？注意一下身體。再慢吸，呼氣嘅時候去到你個頸，右邊膊頭呼氣，繼續呼氣去左邊膊頭，吸氣嘅時候去到你個胸口，呼氣去你個肚臍度，右邊盤骨，左邊盤骨，吸氣去你個大腿，呼氣去到膝頭哥、小腿、腳板底、腳趾公、腳趾尾，感受一下房間嘅溫度。感受下身體壓住張床或者坐住張凳、坐住個席嘅感覺，係咪有冰涼嘅感覺啊？繼續慢吸，慢呼。聆聽一下頌缽嘅聲音，
下房間有冇其他聲音喺度。再吸氣，我哋準備做第2 round。呼氣，由額頭開始，右邊眼眉，左邊眼眉，吸氣去到個鼻位，呼氣去右邊個鼻哥窿，左邊個鼻哥窿。感受下身體 scan 到嗰個部位，佢有咩感覺？佢有冇少少酸軟嘅感覺啊？唔舒服嘅感覺啊？感受佢，再吸氣，去到人中，呼氣去到右邊個 cheek 度。左邊個面頰，吸氣去到上唇，呼氣去到門牙，犬齒、智慧齒。吸氣，呼氣去到下巴，頸部、鎖骨、右邊膊頭、左邊膊頭。再吸氣，上手臂，呼氣去到前手臂，手指公、中指、尾指、手掌。吸氣，上返嚟前手臂，呼氣去返上手臂，膊頭、胸口，吸氣去返肚臍，呼氣去返右邊盤骨。左邊盤骨，右大腿，放鬆每一寸肌肉。身體掃描嘅時候，同個身體講話放鬆，將今日面對到嘅事情，無論係工作、家庭等等，都放鬆，唔好再諗啦。吸氣，再呼氣，去返左大腿、左小腿、右小腿，再吸氣。去返腳趾公、腳趾尾，
感受下而家坐喺度嘅感覺，身體壓住地板、床或者燈嘅感覺。再慢慢吸氣，呼氣，由頭頂開始，額頭、右邊眼眉、左邊眼眉，放鬆。右邊眼球、左邊眼球，再吸氣，感受空氣由鼻哥嗰度吸上嚟，呼氣由鼻哥窿出返嚟。門牙、慢呼，繼續吸氣，犬齒，呼氣去到智慧齒，頸部、鎖骨，再吸氣。感受下身體 scan 嘅時候，邊一個部位有唔同嘅感覺，有冇酸痛嘅感覺？提一提個肌肉放鬆啦，再呼氣去到膊頭、上手臂、前手臂。同身體講話要放鬆啦，手指公、中指、尾指，吸氣上返嚟膊頭，呼氣去返心口。頭前，右邊盤骨，左邊盤骨，繼續放鬆，再吸氣，呼氣。左邊大腿，左邊小腿，右邊小腿，腳眼、腳趾尾、腳趾公。幻想一下，而家自己坐咗喺個沙灘度，或者瞓咗喺個沙灘度，感受下而家係好似喺太陽底下瞓喺度嘅感覺。聽到啲海浪聲，
風吹過嚟嘅感覺。幻想喺沙灘上好和暖嘅感覺，再繼續慢吸慢呼，我哋慢吸慢呼多3次，慢吸慢呼。再慢吸，慢呼，再最後慢吸，慢慢呼出嚟，呼晒所有肚嘅空氣。保持正常呼吸。而家喐下啲手指仔，將啲手指自己喺度喐動，接觸佢，感受下身體而家啲微細嘅動作。坐喺脊度嘅感覺，感受一下。好，而家慢慢擘大雙眼。希望大家鍾意呢一堂嘅身體掃描啦。咁希望大家跟住呢15至20分鐘嘅 body scan routine 咧，而家心境應該平靜咗好多㗎啦。我希望大家而家有個平靜嘅感覺啦。咁總括而言咧，其實頌缽啦，其實屋企如果冇頌缽咧冇所謂嘅，你只需要做一個每日5分鐘嘅時間咧 body scan。咁今堂咧我係做咗3 round 嘅 body scan 啦，你只要抽做一組就得㗎啦。咁一組通常 body scan 有快有慢嘅，咁5分鐘咧就最少最需要一個 body scan 5分鐘，其實係最 basic 嘅。咁呢一個嘅好處咧，就令到你個心境會平靜啦，所有焦慮啊、不安啊或者思緒喺度亂諗嘢咧，其實冥想咧係會將你個思想咧拉翻住，清空。唔好再諗嘢，即係將你個 CPU 咧個 RAM 咧壓到最低，唔好再喺度運算嘅，壓低佢。即係簡單啲嚟講，咁即係呢一個嘅 benefit 咧，希望大家感受到啦。咁記住努力練習聲音煲加我平時嘅 yoga session 啦，weight training 啊，咁 meditation 咧其實係最重要嘅。你有一個好嘅 mindset， 平靜嘅 mindset 咧，你其他咧就會一個一環扣一環咁樣會好順㗎啦。咁多謝今日大家收睇啦。咁我下堂會再拍唔同類型嘅片㗎啦。好，下堂再見，拜拜。